先生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坐。先生你好，真欢喜为您服务，请坐。先生你好，真欢喜为您服务，请坐。你好，我刚接手父亲的果园。很好，我正接受我爸嘅果园。很好，我正接受我爸嘅果园。有些农药喷洒施作的问题，有啲农藥喷下施作嘅問題，有啲農藥噴下施作嘅問題。我不知道可以向誰請教呢？我唔知愛請教乜人，我唔知愛請教乜人。先生，您可以再說明一下嗎？先生，你是在國際說明一下嗎？先生，你是在國際說明一下嗎？最近我家柑橘園的病蟲害有點嚴重。最近我屋下柑橘園嘅病蟲害有一數嚴重。最近我屋下柑橘園嘅病蟲害有一數嚴重。請問該怎麼處理比較好呢？請問愛讓選處理較好？請問愛讓選處理較好？了解，病蟲害防治相關問題屬農業業務。了解，病蟲害防治相關問題屬農業業務。了解，病蟲害防治相關問題屬農業業務，為農業局負責。係農業局負責，係農業局負責。我為您撥電話給農業局同仁。我替你打電話給農業局同事。我替你打電話給農業局同事，請他為您詳細說明。請佢同詳細說明。請佢同詳細說明。請稍等一下哦。請等一下哦。請等一下哦。先生您好，畢信成。先生你好，肖向琴。先生你好，肖向琴。很高興為您服務。真歡迎為您服務，真歡迎為您服務。陳先生你好。陳先生你好，陳先生你好。哦，先生您好。先生你好，先生你好。您家的柑橘園，你屋下嘅柑橘園，你屋下嘅柑橘園是遭遇了什麼類型的病蟲害呢？係觸到乜嘅類型嘅病蟲害呢？係觸到乜嘅類型嘅病蟲害呢？最近黑心病跟新天牛的發生很嚴重。最近無性病同新天牛嘅發生當嚴重。最近無性病同新天牛嘅發生當嚴重。農業局有推薦什麼好的防治效果嗎？農業局有推薦乜嘅好嘅防治方法嗎？農業局有推薦乜嘅好嘅防治方法嗎？先請問您發生的時間多久了？真請問發生時間久了？真請問發生時間久了？受害面積有多大呢？受害面積有幾大呢？受害面積有幾大呢？一整片果園都有。規大片果園都有呢。規大片果園都有呢。若是情況有點嚴重，那係情況有略略嚴重。那係情況有略略嚴重。建議您立即噴灑農藥。建議臨時噴下農藥。建議臨時噴下農藥。那要噴灑哪一種農藥比較好呢？愛噴下哪種農藥較好呢？愛噴下哪種農藥較好呢？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您到農業委員會。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去農業委員會。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去農業委員會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網站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。網站內有個植物保護的欄目。網站都有植物保護嘅欄目。網站都有植物保護嘅欄目。裡面就有植物保護手冊供您參考。呢度有植物保護手冊提供參考。呢度有植物保護手冊提供參考。裡面就有噴灑農藥的建議是嗎？呢度有噴下農藥嘅建議係冇？呢度有噴下農藥嘅建議係冇？是的，果樹病蟲害的專區裡面，嘿，果樹病蟲害嘅專區呢度，嘿，果樹病蟲害嘅專區呢度，有各種果樹相關病蟲害的防治方法。
有各種歌手相關病蟲害嘅防治方法，有各種歌手相關病蟲害嘅防治方法。您可以在文件里得知，是在都文獻底度底的，是在都文獻底度底的。针對不同病蟲害使用的藥劑名稱，針對不同病蟲害使用嘅藥劑名稱，針對不同病蟲害使用嘅藥劑名稱。施藥方法及注意事項。施藥方法同注意事項，施藥方法同注意事項。好的，还有其他管道？好，还有其他管道。好，还有其他管道。可以更了解农药的相關資訊嗎？好較了解農藥嘅相關資訊麼？好較了解農藥嘅相關資訊麼？您也可以到辖區的農藥店詢問。唔是得去學區嘅農藥店詢問，唔是得去學區嘅農藥店詢問。請販賣人員推薦有效的藥劑。請販賣人員推薦有效嘅藥劑。請販賣人員推薦有效嘅藥劑。我知道了。阿弟咧，阿弟咧，我們目前在推廣中央制定的農藥減半政策。我哋立下拖推廣中央制定嘅農藥減半政策。我哋立下拖推廣中央制定嘅農藥減半政策。鼓勵農民少用農藥。鼓勵農民少用農藥。鼓勵農民少用農藥。病害準備要發生之前，病害發生之前，病害發生之前，可以先做預防措施。是的，先做預防。是的，先做預防。好，謝謝你提供的寶貴建議。好，羅蘭園提供嘅寶貴建議。好，羅蘭園提供嘅寶貴建議。不客氣。唔是生意，唔是生意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您再來詢問。有乜嘅問題，歡迎您過來詢問。有乜嘅問題，歡迎您過來詢問。啊，謝謝。羅拉，羅拉。